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也免人见证人安怎，因为伊知影人心内所存的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1-5节。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伫咧写一张批，予犹太基督徒的背信当中，甲咱讲咱耶稣基督安怎带领咱人的一个性情，甚至呢，也甲咱称作伊是咱的兄姊妹。这个批的作者会当讲是无亚先来指出讲，神为什么愿意分摊人的难处，中间一个真正的理由，就是互伊全然听咱，伫咱上需要耶稣基督时，凭着伊体谅咱的需要，会当帮助咱。换句话讲，咱的主愿意充分了解做一个人，伊的处境是安那。这也就是讲，伊为什么伊要互家己亲自来到咱人类所定的所在，要为着咱受苦来赎罪原因啦。美国印第安人流行一句话讲，一个人若是无穿过印第安鞋行过路的人，就唔通讲鞋会长短。咱的主呢，为着无亏待着咱，为着要会当知影咱亲存伫这内心的感情，伫基本上呢，是互咱有充分的自由，会当来表现着真正的咱。现代心理学者呢，拢认为讲一个人伫心理内面会当成熟，拢需要有听咱的人来观察甲同情。同款真神为了要听咱的缘故，伊对带有咱人的性情的耶稣基督遐来明白咱做人的生活经验，通来了解咱人，来帮助咱人类。对听话有研究的人，伫咧发现讲，伫人甲人关系当中，静听别人讲话，是影响着人上有利的一个因素。也好听人讲话，本身就具备一种吸引人的一种行动的规律。实际上，什么人是真正倾听咱讲内心话呢？咱的心也是倾向着什么人？听咱讲话的人，常常无形当中伫咧重新塑造着咱，并且会当来帮助咱来发展着潜在的才能。咱心灵内面本来有的思想甲意识呢，因着有人来听，所以就开始成长，开始成型。同款，咱假使会当听着别人讲话，也通好造就因。若是双方拢会当彼此讲话呢，感情就更加会当来促进咯。友谊也通好来长久来保存，大家也拢变成做另外一个人同款啦。倾听别人讲话，会当讲亲像保罗所讲的。做到界命爱咱做的，就是你当爱邻舍，亲像爱家己同款。咱邻舍甲咱讲话，若是会当本着爱心，专心听，伊通好互咱更较爱伊，更较听伊。因为安尼，咱爱坐坐去了解别人，应当爱坐坐用心听别人讲话。咱若是晓安尼做，实在是一个彰显着主的大听。因为主就是一个完美、耐心、有听的心。听人讲话、祈祷的坚定的精神，因安尼，你就爱同情体贴别人，你应当爱坐坐听人讲话，本着爱心听人讲话，就会当坐坐了解别人，会当了解，才会当饶恕。安尼呢，当咱称呼别人当作兄弟时阵，咱嘛袂感觉讲内心感觉怪怪，甚至呢感觉见笑。会记咱的主甲咱讲过，恁就爱饶恕人。伊也的确要饶恕咱，咱的祈祷呢，主也的确会赶紧来听咱，紧紧来解决咱的难题。咱的家庭也将要得到神意外的带领，来体验真信主的美好，平静安稳呢，来度过着咱人生在世敬虔度日的时间，过当来迎神益人。你讲这种生活是毋是真好呢？也免人见证人安怎，因为伊知影人心内所存的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1-5节。伊
向文言良语由真爱所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的收听。